阿吉苏的花花，你可以说加米瓜比 USA 国瓜，卡多利可以说里，大乌伊乌，为什么亚马觉得加马个东乌？AD的我哈萨次库库车 ，Franciscan 为什么没说地帕中亚 USA 国瓜，为什么都许多加拿马比吃拉马米阿罗？这里比为什么没说地帕中亚 USA 国瓜，亚马把些不比提瓦，亚是呢为什么伊加马米阿罗？在为什么没说只属地帕中爱米不多？美西国国瓜吃拉是呢为什么伊加马米阿罗？只属地帕中亚 USA 国 Arizona 木瓜吃为什么伊加马米阿罗？只属地帕中亚为什么都许多加马瓜可吃些都是呢伊加爱米伊瓦呀为什么亚马得那加马米阿罗？古里阿马问你 AD 的都是哈是是国瓜吃拉马只切只属地帕阿马 Junipero Sierra 米达苏里我们木是呢在这是呢为什么的伊扎两马米阿罗？在地帕达尼为什么伊那马比伊都得 California 国家嘛 San Diego 国家是为什么伊加马米阿罗？我讲的初次国木是两马只切，我说两马伊对呀，你自己对过，卡多里就是在不两马伊对漂亮马米阿罗，你就是在阿珍呀，沙塞罗他是做两马米阿罗，是边国国比为什么伊说地帕中爱米 USA 国 Texas 木国吃拉马米阿罗？为什么伊说地帕中呢 ？AD 的都是很生活口的，为什么伊是呢？阿苗吃，你就是在不对我们拉去过马个伽马米阿罗 USA 国国 Protestant 边马伊在你在不吃拉马的之呢 ？AD 的对很很自己口的阿罗 USA 国 Florida 都去过爱米 AD 的对我还出去做口的 Saint Augustine 为什么没说地帕达里？我都是呢都去的对伽马米阿罗，这里比为什么伊说不呢？咋是呢为什么过可吃些对伽马米阿罗？这是地帕州 Franciscan 地帕州不为什么都许多苗吃？这都是加伽马米阿罗，这里比 US 国地嘛，为啥的嘛是说不得？为啥别看苗吃加马个是呢？哈个对比哈的不过苗吃，我们那么比一家都加伽马米阿罗 ，AD 的都是哈出什么国家 ？Florida 路去过苗 ，English 错是不离。只拉马一直吃拉马米阿罗，我感觉是比美不呢 USA 国家比拉加马米阿罗，我感觉佛罗里达路比过，卡多里就是在不呢马蒂亚格里亚马米阿罗，咋是爱米吃拉马的是哪国家？可以说加米的在加马个东哦，那路克格拉索，阿就是的阿克沙姆啊。